总统赖清德的万里旧厝防质疑违建的争议，赖总统伫选前有承诺讲要交付信托，嘛讲要成立万里空港的生活纪念馆。选伫今仔总统就职第100天来公开纪念馆，嘛宣布讲10月会正式来开放，和民众预约参观。一个故事，但赖总统没有在里面去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。这款黑白相片拢是珍贵的历史记录，呈现台湾矿业发展兴衰的过程。总统赖清德万里老厝伫选举期间传出违建的争议，赖总统表示交付信托，并且伫咧就职100日即天兑现承诺，而且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。那也希望透过一个整体的通盘检讨，来协助全台湾各地关于矿区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居住事宜。那我们也看到赖清德非常在意，在这个他的老家的这个地方也要做一个信托以及开放，所以我们特别选在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也就是今天。那我们特别来做这个对外开放。对老厝转型建设纪念馆，民进党表示，赖总统关心矿区居民的巨大正义。透过纪念馆的形式，讲述万里矿坑的历史，甲当地居民的生活点点滴滴。感谢这款无名的英雄，夺予台湾经济起飞。现场也邀请老炭工分享因过去的炭工人生，也有囡仔时阵甲赖总统的互动。我早命是初中，即摆加入高中，去遐拢也下课拢会走遐耍，因母啊行，拢嘛去遐吹。这是总统的母亲的一个起居。现场也开箱矿工生活纪念馆，1楼办矿工念写店，也那边的房间是赖总统的老母过去住的困房。赖总统细汉时阵就伫咧遮照顾老母，并且伫2楼的主桌读书。这里并没有装饰冷气，所以我们总统其实还蛮耐热。纪念馆按算伫咧10月开放有机导览，也那外界所关心的公益信托的进度，民进党回应，依然伫咧继续进行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市府关心矿区员工的权益，希望矿区员工的权益会当得到保障。